呀，點算啊？我仲未買聖誕禮物啊！近期我睇中咗呢一部 Naomi Lab PIR 牛奶光嫩膚儀 Pro 做緊聖誕優惠，而家入手全年最平啊！唔好以為而家太陽冇咁曬就唔使防曬同埋美白。其實日常生活當中都有好多唔同地方影響緊我哋嘅膚色，例如你日日用緊嘅電話發出嘅藍光都會令到我哋嘅皮膚變黑，所以呢一部白色嘅牛奶光嫩膚儀 Pro 作為聖誕禮物就最好不過啦。白色嘅機身襯晒白色嘅聖誕，當然最重要嘅就梗係佢嘅功能啦。NIR 牛奶光直擊基底，20秒就到43度膠原沸點，可以美白同時生膠原，仲可以祛斑添。平時要去美容院先至做到呢個效果㗎，而家喺屋企就做到，啱晒我呢啲鍾意一邊煲劇一邊美白嘅人啊！加上佢有智能溫控，唔使擔心溫度過熱辣親皮膚，亦都唔會令到你有痛感。除咗面部，你甚至可以用喺身體同埋手腳呢啲大面積嘅地方。一部機處理晒由頭到腳，性價比簡直一流啊！呢部機作為聖誕禮物送俾所有人，相信都好適合。而家就送咗俾我自己先啦。而家留言 Xmas 你就可以用1488買到啦，好好獎勵自己努力辛苦咗1年過一個白雪雪嘅聖誕。